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绝版赏析节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越剧表演艺术家陆锦花。说起自成一格、潇洒飘逸的陆派唱腔，许多观众都有着深刻的印象。这里我们先来听一听几位专家的评说。我曾经也是非常的这个主观的，但是非常主动的，也是曾经把他的演唱艺术归纳了4个字：一是清，二是纯，三是雅，四是文。清就是清晰，就是清丽，就是清纯质朴，就是清性脱俗。纯就是韵纯味纯，他的情韵情致非常的含蓄内敛非常的耐人寻味。雅就是他的扮相清雅，台风儒雅，气质高雅。文就是节奏板演，沉稳老道，手眼身法，可以说炉火纯青。他这个演唱特点呢，有些群众有个大学教授说呢，他是在平淡中出情，平淡中出奇。在唱他的表演呢，就是特点就是这样子。他的念白呢，那有句戏曲当中有一句行话了，就是千金念白思量长。就是当然说是夸张的出发了，但是说明呢，大家都对他念得很清楚。刚才吴老峰说了，就是到了最后一排也听得很清楚，就是个的。因为白口呢重于唱，唱呢要当人家听侬不懂看字幕，白口没字幕，侬即使咬字咬了不准哦，人家就听不懂，容易。像啥么子能讲滑过去，所以呢，侬搿白口呢从于唱要花一眼功。比方蛮简单的，这边可有师傅，那边可有当家。侬眼睛心里侪要有么子，两个门，两个文哦，两种语气，对吧？侬从搿个方面来琢磨，那么侬白口就会得来了。不知是缘定是妙语，正好地去解说一小名字贼子，向君外哦。全祖国马须nhà里与邦康，大财忙与老道，子民与呀王。《劈山救母》是陆锦花的代表作，特别是其中的一段素妙题诗，更是脍炙人口。素妙题诗呢就是《劈山救母》的一场戏，它也是一个独角戏，一共22句唱词吧。他们就是
这戏呢是57年演出的辰光，是以前辈的小生戏。60年到了北京，成为北京越剧团以后啊，这就是从小生演到老生从头演出。剧本呢，当初是徐金红英改编的。为了以后呢，当时的中国京剧院长啊，就具体关心这个越剧团呐，就请了狄黑来，花了开了一夜功夫啊，开了一个通宵啊，把这个词呢全部理了一遍，提高了文学性。这对窗子呢，就是狄黑审视过的。那么这段唱段呢，是表现这个书生刘彦昌赴京赶考，路过三圣庙，进庙以后看到了圣母娘娘的塑像，由此他居然诗兴大发，浮想联翩啊，对这个圣母就是由崇敬到产生爱慕。那么这一段加白加唱的这个大段唱功呢，非常的代表性的这个发挥了他的就是吐字字字诵听，这个念唱声声传韵，以及他从来都是非常严谨的按照这个人物的性格来这个写情啊、抒情演情，这个演人演神韵这样的一个特点。须有深意，原来是受苦命。这边可有师傅，那边可有当家，两忙无人，只有在此安息了吧。闻听人言，华山圣母娘娘曾用宝莲神灯指引三界迷路之人，倒是一位慈悲的仙子。我理该奏告一番啊！华山圣母娘娘在上，月生刘彦昌诸葛罗州有人英雄张得私塾，此番上军赴考路过华山，参见娘娘献功一席之地，这个有知其身之词。几段这个彩调腔，它也是根据人物的感情层层推进做处理。几段白口，他念得非常有分寸感，而且庄重沉稳。那么那几句就是采这个树未成共相主，这水献花这8句，它采用了十字调慢中版转彩调轻版，来表达这个刘彦昌看到圣母以后的一种真诚的崇敬，啊，那个处理的非常的这个多情而诚恳。娘娘啊，四比人共相助，杂碎鲜花，母子与共上手，生生一辈。
么在几句百口以后，就又转到了，就是听说到娘娘是慈悲仙子这个八句。这八句呢，就是表现刘彦昌呢是从赞美三圣母的这个外表美，进而赞颂她的内在美。什么内在美？就是她为苍生这个煞费苦心的这种内在美。那么在声腔和表演上，这个处理上呢，它都是用了更热情奔放和更细腻这个传情的这种艺术手段，表达了这个刘彦昌这个时候由崇敬到关切，由关切到爱慕。据娘娘双眉并蹙，想必是怜悯流离失所的百姓，令人苦情啊，苦悲。深言道娘娘是慈悲心子，为苍生出上美煞费心思，真乃是曾经多多来历时，你莫不就是真孝子，你心连灯只因迷路卡，先想寂寞无人知，今晚我为要交别的诗句，以表娘母莫相思。我面对我在江上的诗一首，以表娘母之意，又不可啊。落腔句以表仰慕莫笑痴这一句，在这个木字上，他用了一个后半拍起唱的拎板。那么莫笑痴的莫笑，他也用了非常活泼的切分音符，这种明快的跳跃的这种节奏，既这个很生活很真切的表现了这个少年书生啊，既是这个潇潇洒洒的准备这个提笔为娘娘题诗来表示爱慕，又表现他非常绵绵点点的为自己的痴情浪漫，为自己的少年情怀这个自我解嘲啊。那么这样的处理呢，确实是既就是说刻画了这个书生的这种敦厚可爱诙谐幽默，又多侧面的这个描绘了人物的这种丰富的这个多姿多彩的人性美。记录连灯被哭泣，我妹因为来离别，莫就女女风流人，又有天台采雅人，路就流言长笛。记录连灯被哭泣，我妹因为来离别，莫就女女风流人，又有天台采雅人啊！钟儿啦，钟儿，你啥有理？将我演唱一篇娘母之意，上台
娘娘吧。啊，娘娘，你休言我这读书人的堂头啊！原在生母披如香，月下好梦平安无忘。哎呀，荒唐啊，是荒唐！仙子身要留人，才要入天台。娘娘啊，为什么平无仙女梦中来？那么说到这个表演，我跟观众们一样，都非常的赞赏陆锦花的这个清秀的这个扮相跟儒雅的气质。我觉得她的表演跟她的唱腔一样，不上华丽，不搞花哨，也不搞雕琢，而是非常的就是清纯朴实生活。那么我觉得呢，就是特别是他的那种炯勇跟儒雅，这个确实是可以说这个自具魅力，这个风骚独领的啊。那么我觉得这种气质是非常代表这个流派的性格特征的。现代叫现代戏过去是叫时装戏。时装戏呢，当时辰光呢，越剧演得蛮少的。我总归记得第一次我看越剧是姚思君，搿是的李易芳是唱小生的，两个人头一只戏名呢，可能我会得记忆错但是我是看伊个头一只看落来以后，蛮新颖的。葛么我也可以尝试，年纪轻嘛，胆子比较大。葛么头一只呢，黑雨天堂。黑雨天堂是从个大学生沦落为码头工人，就是会意味着大学毕业，意味着是失业。葛么哪能办法呢？要以搿能个跨幅比较大，从古装到一个时装。葛么我想出一个办法呢，有样学样。一个呢，模仿人家一个叫男的动作，看女人的眼神包括搿个一系列的物事。葛么我到何里知道去有样学样呢？先是大学生，我到大学外头去看看人家大学生样子。搿个辰光大学生侪穿蓝布长衫一根钢笔一撮，好像蛮成全搿种个形象先去看。还有一个呢，到舞厅去看看人家穿西装哪能样子。沦落了做码头工人了，我一定没接触过。到十六铺码头去看人家掼背包，原来掼背包还要唱号子。搿辰光劳动有一种劳动号子，搿去看看蛮好。但是我勿是一次一空受气。搿能样子落来呢，后手头解放以后讲是生活下生活呀。好像懂我有样学样交关勤但是呢，我一有空呢，就往搿种个场所去考。只要呢，我要收集，现在懂了素材，实质上从前勿懂啥个素材下生活侪没个，只晓得是有样学样。因为我身上是个女的，生得又勿高大，葛么男人的一举一动总要去学一眼来，有样学样。甚至有种剧本
里向还吃香烟啊，香烟哪能拿男人哪能拿女人哪能拿，侬心里总要有个底。结果呢，解放了以后，原来这个就是我生活我又提高了一步。不难想象，正是由于陆锦花善于观察、勤于思索，才有她在舞台上栩栩如生、不同一般的艺术形象。曾子特呢是传统老戏，这个国子老戏，那很多名家都唱过。一直到了陆锦花那里，疾风得起。有些群众说了，陆锦花把这出戏唱红了。曾子特，他为什么他的现在曾子特里有很多唱队了，他为什么吹这个道经呢？他呢，昨天我倒也还晚上他也当的，为什么要吹道经？他有自己的想法。道经呢，因为从女语呢是在唐教的唐道教的道曲，就女直节、明清这个戏里呢都有吹出的。到了清末民初的辰光呢，这个道曲呢已经呢被道士在也到了道士以家这个花园7套的曲调，上下2句。陆锦花呢，小的辰光没有学习的辰光，他在住的上海温州路啊，也经常看到道士有花园唱的道经，所以他跟着后面去听，就几次去听，所以印象很深。一直曾子特以后呢，他这个想一定要把这个唱道经弄好，道经，所以根据这个曲子，根据这个道教的曲子呢，再画上自己的创造，毕竟了自己的曲调。因为做了官了嘛，侬是假的江湖道士，不是正式的道士。那么为啥这个一次我要侬保留一段真正的道情调呢？因为这个呢，确实是阿拉粤剧8个节种都有的，从老雨红一条狗开始，所以这曲调呢是简单的，用力是很足的。那么我所以呢，希望妹妹叫配强啊，或者哪能，希望侬拿这个一段唱好。唱的辰光呢，感情要丰富一点。拿侬比古人，对吧？那个叫陆国风香啊，金琼，当初手手，各种的么子侬要反映出。世界
万语诉今少，自身一塞多神情。太重我得罪侬，太轻我口气没出，对吧？又要不能得罪侬，又要自家出气，那么表演方面呢，用四个字：轻松愉快。但是呢，又要让我出口气，所以呢，半假半少。海深深思里情，富贵做呀当月饼，骑兵爱不看人情，十里小人热苦寒。由于陆金华自己呢，他是敢于创造，标新立异，大胆的去演一些粤剧原来不敢演的一些剧目，因此呢，这个当时呢，就是他这个剧团虽然他的就少张粤剧团了，实际上呢，就是陆金华的他的舞台艺术呢，给人一种生气蓬勃、欣欣向上那种创造精神，是感染了大家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粤剧历史上呢有这么一个称呼，就是称陆金华为少张派的领袖。《劈山救母》是陆锦花的代表作，特别是其中的一段素庙题诗，更是脍炙人口。素庙题诗呢就是《劈山救母》的一场戏，它也是一个独角戏，一共22句创作吧。他们就是这戏呢是57年演出的辰光，是以前辈的小生戏，62年到了北京。成为北京粤剧团以后啊，这就是从小生演到老生，从头演出。剧本呢，当初是徐金红英改编的，为了以后说了，就是到了最后一排也听得很清楚，就是个的。因为白口呢从于唱，唱呢要当人家听侬不懂看字幕，白口没字幕，侬即使咬是咬了不准哦，人家就听不懂，容易像啥么子能讲滑过去。所以呢，侬搿白口呢从于唱要花一眼功。比方蛮简单的，这边可有师傅，那边可有当家。侬眼睛心里侪要有么子，两个门，两个文哦，两种语气，对吧？侬从各个方面来琢磨，那么侬把口就会得来了。纯就是韵纯、味纯，它的情韵、情致非常的含蓄内敛，非常的耐人寻味。雅就是它的扮相清雅，台风儒雅，气质高雅。稳就是节奏板眼，沉稳老道，手眼身法，可以说炉火纯青。他这个演唱特点呢，有些群众有个大学教授说呢，他是在平淡中出情，平淡中出奇。在唱他的表演呢，就是特点就是这样子。他的演白呢，那有句戏曲当中有句行话呢，就是千金你
接近你把思量场，就是当然说是夸奖的出发了，但是说明呢，大家都对他拟得很清楚。刚才吴老峰说。正好前去解说一小明日贼子，向君外我全做过马须nhà里与。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绝版赏析节目。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越剧表演艺术家陆锦花。说起自成一格、潇洒飘逸的陆派唱腔，许多观众都有着深刻的印象。这里我们先来听一听几位专家的评说。我曾经也是非常的这个主观的，但是非常主动的，也是曾经把他的演唱艺术归纳了4个字：一是清，2是纯，3是雅，4是文。清就是清晰，就是清丽，就是清纯质朴，就是清性脱俗。